最近国防部的军火标案，和在野党质疑讲，装修业者佮有做 AI 的公司，哪有资格会当摕到标案？早起有国民党的立委就去北检来告发国防部，国防部长郭立雄嘛，佮再强调讲，伫过去20年来，所有火药原料的进口，拢无任何的改变，绝对是无特别为任何一间公司来设计标案。 到北检告发国防部，国民党同市议员领导质疑，包括来自台南的后备国际室内装修公司，承认国防部5.9亿的诈欺采购案，经营违业清理的大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标着5.56公里底货标案，无下常理。一个厂商竟然在商业变更登记到标到2亿的军火，仅只花了41天。本公司得标前已正式取得美国知名军工大厂 SAE 公司为期10年之台湾独家代理权，相关投标过程合法，程序完备。后备公司强调，得标过程会当让人检验，绝对无不法。大洲公司也发声明，强调家己有履约的能力，并且符合履约规范，将会对领导等人提相关刑事加民事诉讼。 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正激动地强调，国防部过去20年这种采购案规定拢同款。我们设立一定的资本额，就会让他容易履约吗？我们去计较这个公司的名字，就会让他能够履约吗？因为他只要能够从事国际贸易业，他拿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证明文件、原厂的证明文件，他的交货的品质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拿得到货。 拿得到货，我们才会付款。郭立雄讲，这个会有原物料的重点是上尾啊，敢有法度理由，而且厂商投标进前拢爱纳预算金额的3%，得标了也该纳5%做理由保证金。若是无法度交货被解约，就会没收理由保证金加停款。因过南洋立委搁在点名，方将地协也标着国防部的标案。因过姓吴的政府责任涉及伪造厂商资格投标，也搁被判刑，要求国防部暂停相关标案。110年底，它才变更登记，在111年年底，它标到国防部海军司令部的伺服器及网络治安维护的5项的标案，以打弊之名行阻止国防发展之实哦。这个困境就是他们希望让这些厂商觉得困难，让未来没有厂商再敢投入国防产业自主发展。 王宏伟要求国防部彻底调查相关标案，因过民进党团是批评在野党以打击标案的名义，要阻止国防自主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